后来有民众到中正纪念堂踅街，发现纪念堂的店家咧卖衫，这个购物网站淘宝嘛有咧卖，而且人卖正俗哦，才卖200块。但是纪念堂这间真正是卖价1000多块，是引发到网友的讨论。业者出面来赔回，讲因的图片不是互偷用，因的衫拢是有经过检测把关的，甲这个淘宝的品质绝对无同。为宜兰起家在地设计师创立的结合台湾传统布料甲古典美感，为传统艺术中心到中正纪念堂拢有这款店，今嘛互消费者质疑讲商品的来源有问题。有乡亲进前一家伙去中正纪念堂去踅街，经过这间店，看到一领衫，想要买互查某囝。做老母的感觉讲，伫网络买就好。这个做老爸质疑讲，国家级的景点，哪有可能网络买会到？想不到就网络一个看，佫真正有共款呢。店内介绍1000几块，网络干那200外尔，差5倍。商家大部分可能都是从淘宝来的，但只是如果是要在这边卖的话，可能还是要跟这些商品有一些区隔会比较好。淘宝上有很多东西，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，什么东西是假的。那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想应该不是民众来反映，应该有关部门会来处理。民众看法无共款，有人讲，即摆若买衫裤，拢会去网络先找，若是这个争议属实，会影响到想要支持本土的人。是讲伫网络市场相片真水，毋过食品真粗，对着这个争议，店家嘛出面发冤枉。有非常多的工艺师跟艺术老师、手工艺老师的商品都被仿冒，用我们商店的照片、我们商店的商品，然后去贩售他们的东西，商品的品质参差不齐。业者表示讲，6、7年前就捌拄过诈骗集团，偷用因的图甲简介伫面册未寄回。买回讲品牌商品以手工制作甲工作室为主，虽然嘛有生意的部分，也毋过拢有品牌检测甲售后服务，甲淘宝卖物件绝对无共款。这个代志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，那有关消费者的权益，更加看重国家景区的形象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